到底是誰意？要闖過魔並不輕易，變身了，誰話會馬上進史詩？要明到底是誰意？錯把門送到這一時，這裝甲從未誰有熱血注滿天使。是人跌落低谷裏，為沉澱出高見。甜到盡，最先昂然，唔夠型可以讓飛衝線。無敵就係要輸，方都知佢玩，傷勢越爆發越不親眼。變成兩次的彎，當後的板，會引到你會招式過彎。無力到當晚別急放眼，就算我輸光用眼，心態放慢，可以路上魔法，從錯處錯節找方向，終可以行。出賣也我是，在你內心手處修煉。有天時，有處遇到優點。時時見，像你近東適應轉變，自成有助你跨得對意。誰也可真誠，但承認輸可見。好處從別作別出睿智。動作劇似從角色曲線，無力到輸光都知後彎，傷勢越爆發越不親眼，記住行前的彎，撞頭的板，會引到你招式過關，無力到落難已急放眼，直說我輸光用眼，心態無限，可以路出魔法，從錯處錯節找方向，終可以行。都想有能金光璀璨吧，賺到大為換難關，也要力竭考驗。將軍同人專家，是多次的招式過關。其實我啱亦不對版，亦要上跨出半眼，不要害怕，體勢亦可攀爬，從錯處錯節找方向。